大富豪重新開張，不過唔再做夜總會，反而歡迎小朋友生日會。今日擇日開張，又揀得好唔好呢？8、90年代，香港經濟暢旺，好多人都過紙醉金迷嘅生活。想尋找成人向娛樂嘅男士，好多時都會落尖東揾日式夜總會 night club， 例如大富豪果類夜生活場所。除咗揾女公關陪伴外，好多人都會落去傾生意、應酬交際等等，同埋真係揾下靚女咁。不過時代變遷，2012年大富豪終於結業，但係最近有新消息，就係大富豪重新開業。今日仲請嚟日本 AV 女優蒼井空老師嚟做開張嘉賓。但係大富豪依家唔再係夜總會，而係日夜都營業，有包廂俾家庭客，甚至歡迎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嚟開生日會。以後唔好再係大富豪揾媽媽生，反而要揾爸爸媽媽啦。睇睇今日大富豪開張時間，娛樂事業梗係要話題度高，創意十足。呢個盤上升天蠍係公司嘅外在品牌形象，命主星火星喺獅子座，則高排喺天頂第10宮，而火星喺獅子入廟，絕對有舞台魅力與強勢曝光嘅優勢，對娛樂業屬加分。要睇呢個公司嘅發展，亦都必然喺中天10宮喺獅子主明星，市場定位。獅子亦都象徵表演娛樂事業，而中天命主星太陽喺雙子落第8宮，太陽同木星雖於唔同星座，但係仍然呈寬鬆合相。吉星喺呢度發展有幫助，做到宣傳效果。另外第8宮亦都有資金話題放大效果，但8宮亦都意味靠投資人、外部資金或利潤複雜，似乎幕後老闆都係靠集資維持生意。另外外間曾經傳聞係雞棚，不過都係傳聞啫，未能夠作定論嘅。做生意講到現金流同收入，第2宮人馬主星木星又同喺8宮，初期要靠外部注資，並非單靠生意收入，最好就審慎規劃現金周轉，因為轉型做娛樂場所，亦都要睇娛樂創作嘅第5宮。宮頭雙魚主星海王星喺白羊，又位於同宮第5宮，靈感同夢幻效果加強。不過土星亦都合上海王星為創作，容易被審查同埋設限，會唔會因為變身做家庭場所而題材限制呢？咁樣做會唔會削弱咗大富豪本身海王星式一場遊戲一場夢尋歡作樂風格同埋特色呢？咁相反，呢粒喺第5宮嘅海王星可能加強沉浸式體驗、虛擬偶像等等題材，反而更有亮點。不過星盤有一個最大開題，就係月亮同冥王星合相，同時150°4火星喺營運初期會遇到非常大嘅合作、營運壓力同挑戰。開幕氣氛強烈，但係易有爭議。月亮為大眾口碑，月冥火星有上位做家庭樂場所，似乎太刺激啦。若要追求長期穩定盈利，可以選擇再押後3日，最少讓月亮進雙魚，避免同冥王合相，又唔使對沖火星，更有機會6分金星先至比較保